大家好，今次同大家分享龍圖紙版本嘅黑突擊高達。本片主要分享製作心得，所以可動示範就省略。突擊高達本身好多武器，增加可換度。眾多武器中最鍾意雙刀，所以只砌咗手槍及雙刀，其他都冇砌。而且將雙刀擺入拎出，有機會刮花。所以從10年前到依家都冇換過姿勢。顏色方面有鐵黑色、槍鐵色、銀色、鐵紅色及黃色。原本雙刀有唔同顏色，我就統一黑色。水貼方面唔單止用附有嘅，而且加咗中文字及大麻圖案水貼。好多模型迷都抗拒中文字，其實睇下點襯。機動戰士龍飛裙甲有龍飛字眼，而五星物語中有一機體都印有中文字。組合度方面整體都可以，某些位置需要抗控。過咗10年，仍然鍾意黑突擊，亦對自己製作嘅模型都好滿意。